后来乡亲啊，这个本土确诊的病例是一天比一天较多，今仔日来到1209例。花莲县政府雄雄来宣布，要伫花莲举办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延期来举办。有真侪已经到花莲的选手甲教练，只好把这个车票甲饭店拢来退掉。饭店的退房率超过50%，损失惨重。有真侪人无法度谅解，讲这个绕境甲演唱会人搁较侪，所以会当正常来举办。讲政府就是两套的标准。这个台东进香团的团报人烧入去县政府，有一个副处长甲警察局的交通队长，因为甲确诊这个议员。共一道来食道去，互伊画着。台东县政府已经启动分流办公的机制。另外，这个宜兰食结婚道的团报人嘛是继续咧扩大。县府紧急来宣布，这个卡热中伏的民众全部隔离10天，而且来取消着宜兰500道大拜拜的活动。他取消比赛，我们必须要退货。摕几台火车票去退票，花莲全中运临时法庭，真侪教练选手人都已经到花莲啊，只能被迫原地解散，真无奈。比赛都延后来举行，而延到什么时候？我想这个部分也要看疫情的状况。花莲的疫情愈来愈紧张，县政府伫昨暝紧急宣布延期。网友真不满，伫官网一直骂，有人讲真个退保先过2个月就要毕业啊，即摆因为延期辛苦拢白费啊。有人讲进香甲演唱的人搁较侪，却会使正常的举办。即个讲政府有2种标准，受影响的毋若选手教练尔，要饭店甲民宿的业者。饭店接到的退房电话大概有超过50%以上，那我们目前大概剩余的住房率是不到30%左右，影响是蛮大的。东部疫情连宣布，台东进香团的确诊议员，这个进香团4月7到4月10去宜兰进香，昨暝佫带团员甲县政府人员食饭。这个进香团31个人，有120个人确诊，其中某一位副处长以及警察局的交通队长验出 PCR 是阳性确诊，需分流办公。政府昨天晚上接到同仁确诊的消息哦，那昨天就已经交代今天早上都已经进行了清消，一级主管有7位。宜兰食喜酒的团报人一直扩大，已经有15个人去围着。县政府伫昨暝向向发布通知，要求7到暗时要去前院会馆的民众马上登去居家隔离10天。宜兰县长嘛下令500道的大拜拜这个活动取消，希望会使控制疫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